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23，诗篇42篇8安尼讲：你是上主赐到伊的慈爱，每时伊予我唱歌，对使我活命的上帝祈求。三甲来祈祷，赐到慈爱予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圣洁公义的至高上帝，你是怜悯疼痛的慈爱天父。主啊，你创造宇宙万物，予阮徛起伫其中。你赏赐丰盛恩典，予阮领受。你看顾敬畏你，佮服侍你的儿女。主啊，阮的心切切羡慕你，如鹿羡慕溪水。阮的愿望只有在于你，因为你是永远的上帝。主啊，早时你带以色列百姓脱出埃及最落的地，你是用粉条保护，米是用火条带。主啊，求你日时对阮施落你的慈爱，每时予阮唱歌，对使活命的主来祈求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